Hello， 各位觀眾，今日咧帶一套靚貨俾大家。首先咧，呢個係自建別墅，即係同我哋之前睇嗰啲別墅咧有啲唔同嘅。以前嗰啲係小區式，要交物業管理費。咁類似呢種啊，如果係交物業管理費咧過萬蚊嘅，但係今時今日呢一棟咧係唔需要交物業管理費，自建房嚟嘅，獨立別墅，大花園嘅，地面咧相當於係3層半，接近4層咁啦，就做咗6間房啦。我哋睇下。呢度咧，只不過係我哋別墅一個花園嚟嘅咋，建築面積500幾方，係有房產證㗎，呢個可以放心。咁啊，實用面積咧就係1100方度，對翻香港嘅話就12000尺度。花園咧接近咧大概係8500尺。咁咧，我哋首先咧，我同大家講聲，通常我哋喺呢個位置翻屋企咧，就揸車可以直接翻到自己花園，泊大概5、6部車啦。咁啊，如果有啲家族成員比較多嘅，咁啊車又比較多嘅話，我哋可以放喺門口一排過去，都可以停翻自己架車嘅。咁啊，呢邊咧就係相當於我哋一個別墅嘅側花園吧。側花園你可以再起多一等又得，做假山移池種花都 OK， 即係睇翻個人嘅興趣。以前業主打算起多一棟嘅，後尾咧又考慮咗下咧就冇起，所以留咗一啲柱喺度，到時有需要嘅話，你可以加建起身嚟做陽光房，甚至起多一等都冇問題。OK， 呢度咧就係我哋平時翻屋企個門口花園位置啦。外觀咧，佢全部係用瓷磚去掛頂嘅，咁啊相對嚟講咧好清理啊，平時維護比較簡單啲。咁如果話有啲朋友咧，或者有啲老細咧喺中山、珠海、江門呢啲地方做生意嘅，咁啊可以買低落嚟做下會所啦。或者做下全城別墅啦，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收藏價值嘅一個獨立別墅嚟嘅。你可以欣賞下，業主咧喺20年前咧就已經可以搞得掂做一啲涼亭假山，可以想象下當時佢落個成本係非常之貴嘅。OK， 呢邊咧就係自己嘅一個假山流水，養魚啊，玩下啲花草樹木啊，係好靚仔嘅。即係我覺得呢棟別墅咧更加適合收藏，3、5代同堂咧係 OK 嘅。咁啊啱先講嘅揸車翻嚟停喺邊度咧，就係呢度位置啦。你可以一排個泊字喺度都 OK。呢啲係車房嘅位置嘅。咁啊每個人嘅興趣啦都有啲唔同啦。咁啊第時睇翻自己嘅興趣，網球場、籃球場，各種各樣嘅一個娛樂設施，睇翻自己興趣啦。係獨立別墅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平時翻屋企一個正門，可以感受下呢個外觀，係好氣派嘅。咁啊，呢個別墅通常我哋翻嚟咧就步步高升，越嚟越有啦。就翻到屋企就係屬於我哋1樓嘅客廳。因為啱先同大家講咗，就相當於大概3層半，係咪？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平時翻屋企嘅一個大客廳位置咧。呢個客廳咧你可以一家人3、5代同堂一齊坐低傾下偈，交流下一個空間嚟嘅，好闊綽。周圍咧都有採光，所以喺唔開燈嘅情況下咧，個光線咧都非常之充足嘅，可以感受到。咁啊，因為有啲年代感啦，咁用嘅家私咧就相對嚟講就係有啲品味嘅。咁啊，第時咧如果有老細啱嘅，就睇翻你嘅興趣係咪？呢個位置咧就相當於我哋平時一家人食飯。傾偈一個區域，裏面係煮飯嘅，基本個空間咧係設施利用得都係好合理。呢邊有個長者房，每個家庭咧多多少少都有長者，係咪？1樓有個房咧，相對嚟講舒服啲。咁啊，目前咧呢個獨立別墅咧係未有裝電梯嘅，到時睇翻自己嘅興趣啦，係咪？可以根據自己自身嘅情況係裝翻電梯都 OK 嘅。當然，如果中意運動下，咁咪行下更加舒服啲。咁啊，通常呢啲咁大嘅別墅喺市場上係好難揾得到嘅，特別花園又大呢啲，接近12000尺喎。咁我哋通常如果喺珠海或者中山睇嗰啲獨立別墅，到咗呢個面積咧，點都要3000萬到6000萬之間嘅。但係今時今日我哋睇呢間咧，800零萬就得㗎啦。咁啊，有老細睇得啱嘅，到時我哋可以再傾嘅。咁啊，基本上執你就可以翻嚟入住嘅，唔需要有太大嘅使費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唔中意風格，咁又另講啦，係咪？睇翻自己嘅預算啦，同埋興趣。整個
獨立別墅咧，我個人覺得咧非常之有品味，我就好中意呢種有啲中式嘅感覺嘅。咁啊呢邊咧出去有個露台，你平時兩公婆或者一家人喺露台嗰度飲下嘢，欣賞下出邊嘅景色咧，我覺得好舒服嘅。呢啲咧，我覺得調味劑。咁啊呢個位置就係我哋一個2樓客廳啦，傾下偈睇下電視嘅區域啦。2樓主要係做咗2間房，唔多啊，2間房。咁啊左右一間啦，右邊呢邊係有露台嘅，左邊呢邊咧就有大採光嘅。OK， 咁2樓可以自己睇自己嘅安排啦。咁啊，仲有呢個樓梯咧，我覺得同我哋平時睇別墅咧有少少差異。呢種更加步行上嚟咧更加順暢舒服啲。我哋平時睇嗰啲別墅咧，通常都佢嘅土坡啊比較斜少少，呢個就比較順啲，步行起身比較舒服，唔使咁吃力。咁過嚟咧就係我哋屬於3樓啦。3樓主要係做3間房同埋一個客廳。你睇，我哋依家係冇開燈嘅情況下，個光線咧都非常之充足嘅，相當於有3面採光。OK， 好靚仔。咁啊，第時就擺翻自己中意嘅家私啊，或者燈飾啊，咁就 OK 啦。出邊有個露台，同2樓一樣嘅。露台咧可以望得到我哋中山市區、星河 COCO City 啦、富悅城啊呢啲 OK 嘅。相當於你居住喺呢度咧，出則繁華，入則寧靜，比較舒服啲嘅。呢度有一間書房，如果人口多嘅話，第時根據自己情況安排。呢邊一樣嘅，左右一間房，右邊呢個咧一樣有露台嘅。咁啊，3樓大致係咁樣。咁啊，我哋依家睇咁樣咧，可能有少少走馬觀花。咁啊，如果話有啲我冇講到嘅，你又想了解嘅，不妨留言俾我或者 WhatsApp 我都 OK 嘅，冇問題。係啊，呢個別墅咧，因為對於我哋嚟講，睇咁多別墅裏面好多嘢覺得好少人見，但係喺你作為觀眾，可能未必有啲真係要實際了解。呢個位置咧就係別墅嘅3層半，相當於4樓嘅位置啦。可以感受到我哋呢個露台咧係好闊綽嘅，滿足種花種菜、燒烤、BBQ， 3、5代同堂一齊喺度燒烤嘅。咁啊，呢個別墅咧有個好處係咩咧？業主咧做咗一個防曬層，即係呢度啦。咁又可以達到一個隔熱啦，同埋一個落雨嘅時候咧，水咧往一邊走，咁啊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好打理嘅。過去呢個位置咧係我哋中山市中心即係依家我哋比較旺個區域啦。舊嗰座咧就係我哋星河 COCO City， 係一個大型商場同埋超級大平層嚟嘅。咁啊右手邊呢一座咧就係富悅城，都係一個5層高嘅大商場，相當於你咧生活喺呢度咧，出則繁華，入則寧靜嘅一個區域。咁望過去呢個位置，右樓呢個位置，再過去少少咧，就係我哋中山站。中山站嘅話，你可以坐高鐵上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香港都冇問題嘅。相對嚟講，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中山火炬開發區個交通配套咧係好方便嘅。你可以坐我哋一個公交巴士去到中山任何一個區域，甚至去到珠海、佛山都冇問題。咁除咗呢啲咧，我哋香港嘅朋友如果揸車嘅情況下，有2個方式啦。一個走深圳灣，喺香港出發走深圳灣過嚟都係1個鐘出頭就得㗎啦。咁如果話走我哋港珠澳大橋過嚟，都係1個鐘出頭就 OK 啦。所以相對嚟講咧，交通係好方便嘅。如果話坐飛機即係機場啦，我哋中山可以享受到5大機場，廣州嘅白雲機場啦、深圳嘅寶安機場啦，仲有澳門、香港呢啲地方，咁相對嚟講係好方便嘅。除咗呢啲咁嘅交通配套，如果有啲朋友唔需要嘅，咁我哋可以坐船去到我哋中山港新碼頭，坐船60分鐘可以返到香港嘅中港城，都算 OK 嘅。除咗呢啲咧，有啲朋友可能冇揸車嘅情況下咧，我哋星河 COCO City 嗰度有粵港巴士可以直接得返到香港嘅。咁相對嚟講，你喺中山居住退休各方面咧，係好適合嘅。咁除咗呢啲咧，我哋仲可以考慮其他嘅方式。咁其他咧，具體嘅話，根據個人情況安排啦。具體可以留言俾我，到時我再解釋翻具體點樣操作。OK， 都係講嗰句話，最後睇到結尾啦。我哋總結下呢座別墅。呢座別墅嘅話，建築面積咧500幾方嘅，但係實用面積咧接近1100方嘅。咁相當於香港咧大概係12000尺啦。
都有裝修㗎啦，咁啊執就可以入住啦。咁啊有興趣睇樓嘅可以約我，或者留言返我冇講出嚟嘅一啲問題點，或者你想知道嘅興趣。OK， 其他我唔多講實啦。咁啊有興趣就係咁啦，WhatsApp 我，唔該晒，點個讚啦！